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台南山上的工业区有一间塑胶工厂早起发生火灾，附近的民众听到几啊声爆炸声，现场也阁看到大火烧甲真炎直直的青乌烟，消防人员有赶紧起来拍火，加载无人受困。环保局嘛提醒山上区的民众出外上好，得爱挂嘴暗。大量的烟冲对天顶熊熊。砰一声，导火烧的建筑熊熊爆炸，火势愈蹭愈悬。远远看，阁出现敢若是香菇形的云，让人看了心惊惊。10月早起8点外，台南山上区一间塑胶工厂导火烧，根据通报，厂内有放大量甲醇、甲苯等熬导火的物件。干哪知影？阮咧上班就咧爆炸尔。40化工厂。哦，所以会有放一些化学原料啦。对，就先从后面那一边先倒啊。哪像阁有放受管制化学原料，台南市环保局也派人去现场监控，后续经过查证，若发现有违反空污法等环保法令，也依法处罚。经过现场的监测，目前的空气污染的数值上都还没有达到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一个标准。那后续本局还是会持续在监测应变。台南市警务中心接到通报了后，随派山上顶市的消防分队计共41只车、86个人去拍火。不过现场火势收大，消防员无法度活过，敢若会当用手势拍火。加在厂内员工拢已经疏开。危险物品有甲苯跟甲醇燃烧都会爆炸那么也出动了消防机器人来到场协助那刚好跟厂方人员再多确认，目前是没有人员受伤受困的情形，厂方现在几乎是完全都全面燃烧。环保局也提醒，因为现场透北风，影响范围主要伫山上区，呼吁民众着关门窗，若要出门爱挂喙暗。环保局也会继续监控空气品质，掌握附近空气品质测站的监测数据。记者综合报道。